相逢就是有缘，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，不过和你之前了解到的是完全不相同的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听？我一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女人吧？你为了自己的私欲，差点害死简儿，难道还不是十恶不赦吗？若不是若倩及时发现奶娘有问题，可能无辜的孩子就已经死了。璎珞姑娘，你好歹也是二公子的徒弟，怎么看事情如此简单？若当初我真的想杀了那个孩子，为什么他被送进墙角的时候还是活着的呢？我为什么不先杀了他，再抛尸呢？你到底有什么隐情？我们还是坐下说吧。其实，当初我什么都没有做，这一切都是初浅自己上演的苦肉计。当初我爹为了讨好启燕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原皇帝，想要把我嫁给他做妾。他很喜欢我，已经答应了过几天就会迎娶我进门。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有一天，一群官兵闯进了我的家，把我带走。出了什么事？直到我被带到了大堂上，我才发现，初浅的奶娘居然指控我，她竟然说是我让她去杀启燕的孩子。难道真的是初浅姐姐在陷害她？初浅姐姐为了不让她嫁给启燕，竟然会想到这么毒辣的计策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吗？我有点不敢相信，简儿可是她的亲骨肉。你不要信口雌黄，你这样污蔑她，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我就是证据，我就是那个差点被她冤死的鬼。你还问我要什么证据吗？当初我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买通了狱卒，找了一个跟我年龄相似的女孩，偷偷把我换了出来。你们这是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？这初浅不是中原国的皇后吗？别说话了，让我静一静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么齐小姐，你又是怎么到西戎的？后来我辗转逃难，来到这里，被人救下了。现在日子也还算过得去吧。那就好。你就不想知道是谁救了我吗？谁啊？我的相公叫林飞。林飞？难怪你没有见过我，却认得我。王嫂，王嫂，王嫂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在报复？你是不是在水里下毒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你很久了。我知道你喜欢吃中原的美食，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上钩了。
要是去和亲的郡主死了，王嫂，我看西戎和中原的战争也避免不了了吧？到时候我都要看看出钱，他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你不是也喝水了吗？你为什么没有中毒？忘了告诉你了，本王是从小中过剧毒、换过血的。如今这世上的任何毒，对我根本没用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杀人了！王嫂，王嫂。你放心吧，咱这叫以毒攻毒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谢谢你。你还是先别说谢吧，你还是先跟我说对不起吧。就现在你这个样子，我哥看到了，非得把我爸打一顿。我会帮你跟他解释清楚的。快别解释吧，就怕我哥那个醋坛子会把我打得更惨。你的血好像很有用，我现在没那么疼了。你跟骆红隐都换过血吗？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换过。为了这个，我可是在床上躺了好几年才涅槃重生的。一般人真的不要轻易尝试。哎呀，你都中毒了，怎么还那么多问题？消停会儿，好好歇着。贫嘴。我们走。王嫂，王嫂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他被人下了毒，不过喝了我的血已经解毒了。内脏虽然受了一些损伤，不过调养一阵子就没事了。不怪他，是我自己闲不住，想要跑出去。要不是他保护我，我可能都已经死了。还要谢谢你。快穿太医。是。都是你干的好事，随便你怎么说，没有你，他怎么可能出宫去？你不觉得王嫂不快乐吗？说，今天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
为什么有人要害他？我陪王嫂去集市，碰到了一个中原女，他们好像是旧相识，所以他就被人害了。对。那个旧相识可有说什么？说什么我没有听清，不过他们一直在提到中原皇后。哥，提到中原国，你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？没什么可说的。没什么可说的。你知道中原国是我拿命拼回来的吗？我再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和亲是权宜之策，我是在对你好，对我好。下去吧，以后没什么事，不要再出现在这里。好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还好。怎么随随便便就出去了呢？你别怪洛寒童，是我自己想要出去，遇上了这样的事，我们谁都没有料到。今天要害你的人到底是谁？他叫琪琪，是中原皇后出钱的仇人，也是林妃的妻子。他们夫妻二人数次想要杀我，断了中原和西戎之间的政治联谊，重新引发两国交战，从而报复出钱皇后。那这个出钱皇后的账为什么要算在你头上？因为我曾经是他最在乎的妹妹。最在乎？但这些都已经是曾经了。现在我已经彻底看明白，一个为了自己爱的男人，能够狠心利用自己亲生骨肉性命安危的女人，还能有什么其他东西值得他在乎呢？曾经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何我一再帮他，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性命去成全这段姐妹情深，可他却无动于衷，变本加厉，甚至最后彻底出卖了我。如今我看开了，爱一个人，爱他所爱，想他所想，成全他的梦想，为此却不惜折断别人的翅膀。她真是我的好姐姐。一洛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你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女人，我愿意用一生去呵护你，保护你。我不需要你的保护，更不需要你的爱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恨才是伤人的利器，而如今我终于明白，爱才是最可怕的利器。只有放下心中的爱与恨，才能获得内心世界的平衡。
我就是太担心你了。我没有半点要勉强你的意思。你怎么了？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吗？还是我吓着你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这条命是我爹娘当年拼死保下来的，我是季氏族人唯一的后代和希望，所以我不能死。从今日起，我不会再挂念与中原有关的任何人与事，只求在这西戎国有一容身之处，安分守己。直至终。一洛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。王子妃娘娘，王子妃娘娘，王子妃娘娘，王子妃王子娘娘，妃娘娘，没想到你们西戎国过节也这么热闹。那可不，这呀可是我们西戎国独有的乃日赛八节。一会儿呢，你看到的呀，还只是主宴。主宴结束后呢，王上和王后还会去偏殿和侧殿宴请群臣跟家眷们，场面十分浩大呢。乃日赛八，这名字真拗口。其实嘛，过节也是图个热闹，王上还可以借此机会大摆宴席，笼络群臣之心呢。大王子什么时候来？听内监说了，在来的路上了。那就好，最好能避开那些总想找事的女人。王子妃，你担心什么呀？经过上次姚氏碎玉之后呀，你可是给他们了个下马威，他们现在可是对你忌惮三分呢。哎，二王子会来吗？不会，大王子让他跟您保持距离。怎么在外面站着？天气凉了，快进去吧。皇上，菜已上齐，现在可以用膳了。哎，今天呢，咱们就是家宴，没那么多繁文缛节啊，大家随意。谢皇上。你过来，你把这个给王子妃送过去。是。第一次看见我们家红莹对人如此体贴。像我。是啊，不仅仅大王子对宁乐郡主宠爱有加，连二王子都对郡主另眼相看呢。羿洛身在西戎，幸得王上和王后娘娘福泽庇佑，大王子待我十分好，希望西戎和中原能够永远安乐和泰。对了，宁乐郡主，
上个月我听说二王子带你偷偷出宫玩了，不知是吃了什么东西，惹了一身病回来呢。什么？你身为王子妃，竟然和洛寒童一同出宫？母后，璎珞并非那样的女子，她可能只是刚来西戎，觉得不太适应，所以想要出宫转转。至于寒童，他就是碰巧碰上了，怕璎珞出危险，所以就跟上去暗中保护，并非秋氏所说的那般。臣妾没有说谎，我的侍女亲眼看见他们两个翻过宫墙逃出去了。看来郡主身手矫健呐！皇上，这是个误会。秋夫人侍女的一面之词，怎可相信？哎，这种事儿还是当面说清了好，否则岂不是委屈了咱们中原郡主？是哪个侍女看见了？把她叫来见我。是奴婢。你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，再说一次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奴婢看见王子妃和二王子说话，只是说话而已，不止。奴婢远远的看他们说了一会儿话，王子妃似乎有点不太高兴，一直是二王子在说话，然后他们就手拉着手一起走了。什么？手拉着手，还一起走了？王子妃，你们一起去了什么地方？我们……王子妃说不出来，怕是心里虚了吧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我这人都还没来呢，怎么听着这话倒和我有关啊？可别给我添乱。参见父王母后。王嫂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你也没有必要为了帮我隐瞒而委屈了你自己啊，这可是关乎你名节的大事啊。有事说。启禀父王母后，那日王嫂确实和我在一起，并且还和我一起出宫了。既然如此，王子妃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母后，您别急呀，孩儿话还没有讲完呢。王嫂之所以不愿意说出实情，完全是为了顾及孩儿的脸面。那是自然，像他那样的人，已经没有脸面可以顾及了。大哥，你这女人是不是该管教了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就来打断我，难道现在在这大殿之上，是她一个女人说了算的吗？继续说。父王，那日我有事求于王嫂，可是她觉得不合适，我可是求了好久，她才同意的。你身为一个王子，求一个王子妃，能帮你什么忙？难以启齿啊！难以启齿？当着这么多人呢，不太好意思。父王，孩儿上个月外出游玩，在郊外看见一位美丽的女子，一问才知她是来自中原国的，心生爱意，却不知如何表达。想着王嫂也是来自中原国的，她一定知道他们那边的风俗喜好，顺便帮孩儿出出主意。我可是软磨硬泡，才拉着王嫂一起出宫的。混账！你带着郡主出宫，你怎么就能让郡主受伤呢？父王，您别着急呀，怪孩儿眼拙。没想到孩儿喜欢的那位女子，竟然是王嫂的仇人。你王嫂刚来几天呢，哪来的什么仇人？说来也是怪王嫂自己命不好。
父王，您还记得当时那个要谋害王嫂的灵妃吗？那个叛徒，你继续说。所以嘛，怪海儿眼拙，没想到海儿喜欢的那位女子，竟然是灵妃将军的女人，见到王嫂便起了杀心。要不是海儿百毒不侵的体质，恐怕都没有命来见父王母后了。海儿也是怕父王母后责罚，所以才叫王嫂不要说出实情的。唉，王子妃，这个孩子给你添麻烦了，真是委屈你了。谢王后娘娘垂爱，洛儿没事，只要大家彼此之间不要有误会就好了。秋氏嫂嫂，我王嫂为了我忍辱负重，你倒是喜欢翻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给人看。信口雌黄不说，好好的塞巴节被你闹得如此扫兴，你置于我们王室颜面于何处啊？是妾身误会了王子妃，妾身是因为太在乎大王子，还请王上和王子妃饶命啊！父王，是儿臣管教无方，秋氏可否由儿臣带回去自行处置？王上，秋姐姐虽然指责我，但她也是为了王室的清白。羿洛初来乍到，实在不想因为这种没有必要的误会，伤了自家姐妹的和气，有悖和亲的初衷，还请王上给姐姐一次机会。这宁乐郡主啊，果然是识大体，咱们红影好眼光。既然宁乐郡主都说了是自家姐妹的和气，那就是你们自己家的事，自己回家处理。谢王上，谢王上开恩，多谢王上，多谢王上。此事全因为他洛寒童而起。我倒不觉得，你反而要感谢他为我解围。怎么，我要谢谢他？难道还要谢谢你，娶了那么多女人却不对她们好，才害得我被那么多人害？她们嫁过来的时候就应该知道，婚姻只是个空壳子，是我父王跟他们家族之间的交易而已。那么多女人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你喜欢的吗？没有。怎么，被我的深情打动了？不，我觉得你很虚伪。我虚伪？你有心可怜他们，为什么不可怜我？一个男人动了情，也是很痛苦的。你不喜欢他们，却为了一己私欲，将他们一生的幸福囚禁在自己手里，百般冷落，却反过来说自己痛苦可怜。既然厚着脸皮享受了他们家族带来的政治福利，又何必再立牌坊，装作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呢？你什么你？你既然娶了他们，就要做一个夫君该做的事，别让我一个弱女子去替你承担那些被冷落的恨。
哎，朵大人，你怎么光看我家热闹？吃饭。回王上话，臣即使是一口不吃，也能堵上臣的嘴。哼，韩童，韩童啊，干什么呢？敬朵大人一杯。孩儿这第一杯酒啊，先敬父王母后，福寿安康。我让你敬朵大人，堵住他的嘴。难得朵大人今日有雅兴，可否韩童向大人讨一杯酒喝？臣谢过王子。王子妃怎么了？邱夫人被王子遣到了城郊的别院，在我们中原，那里就是冷宫了。他呀，那是活该，谁让他上次给您难堪了？感情的事情，我们谁都说不清楚。更何况，我根本没有想要得到洛红影的宠爱。这么说来，还是我们王子妃厉害了，不争不抢，反而赢得了王子的宠爱。我才不要他的宠爱，给我惹来了一身的麻烦。王子妃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大王子对我们这些下人好，全是因为您。您没来的时候，我们大王子是从来不会笑的。这么看来，我们王子妃把王子吃得死死的了。这一切，只是因为我很难得到。越难得到的东西，就越能激起一个骄傲男人的不甘心。这个我懂，欲擒故纵。唯恐避之不及，哪来的什么欲擒故纵？王子妃，这是姚夫人送来的礼盒，请您过目。姚峰，他来给我送什么？想必看到邱夫人的现状，想要和王子妃示好呢。听送礼盒来的那些人说，这是上上等的檀香木。哦，是吗？这可是我们中原国的好东西。送礼的人还在外面吗？还在外面候着呢。给他点赏钱，然后让他带句话给姚峰。是，王子妃想带什么话？井水不犯河水，好自为之。是。王子妃，您看，人家送你中原国的礼物，投其所好呢。确实是上等的檀香木。这味道，我一闻便知。您还会识檀香木呢？我原来的师傅，他喜欢在喝茶的时候点一些檀香，悠悠清香，能够安神。原来檀香有这么多功效啊！来，你给我拿把刀来。好。哦。
这个檀香可以直接燃烧啊？味道好闻吗？不太好闻，闻多了有点头晕。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在燕南雨收割的日子，还有那个人。你若不喜欢，你就先下去吧。是。哇，你也喝饮。是，我好想你，真的不要乱了。师父怎么可能丢下你？真的吗？我知道，这是一场梦。我也知道，是假的。但也没关系，我就不想醒过来。来师父的怀里。王子飞，你们都盯着我干什么？王子飞，您都已经睡了2日了。2日？这么久？师父在梦里，我一点也不想醒过来。一罗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跟你吵架，我差点就失去你了。我怎么了？您前日睡下之后，就再也没有醒来。奴婢原先以为您是疲累了，也没有敢叫您。可到第2日，王子来之后，发现您还在睡。奴婢这才发现，您面色苍白，呼吸微弱，才知道您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什么原因？您还记得那块檀香木吗？那木头有毒。怎么这么多人想要害我？我有那么招人恨吗？一罗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在处理了。至少这姚峰
比琪琪善良多了。他下的药不疼。对不起，玉皇，都是我管教不严，我已经将那个姚氏遣送至别院了。又是别院。我才到西戎不久，你就已经将2位夫人送到冷宫。你让别的夫人怎么看待我？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你的私心。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，就多去看看其他夫人，不要让我这里成为众矢之的。我不想去。多说无益。我好困好累，想要休息了。王子，请便吧。王子妃，你也出去。是。姐姐，妹妹，你还好吧？还熬得住吧？这水也没有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别担心，我们一定会出去的。我们就在这个地方，什么都没有，哪儿都去不了。王子妃驾到。大胆！见了王子妃还不下跪？参见王子妃。起来说话。王子妃是来看我们的笑话，对吧？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还想怎么羞辱我们呀？不是羞辱，而是来试图点醒你们，免得你们在这里想破了脑袋，都不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利用了你们家世背景，却从未给过你们爱的男人，你们却争先恐后的想要巴结他，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？大王子他从来没有爱过我们任何人，都是因为你的出现，他就屡次说最爱的人是你。可我根本不爱洛红颜，我从未想过与你们争宠。你们越争，就越争不到，反而害了自己，落得个这样的下场。我们去告诉大王子他的真面目，你这个阴险的女人。那大王子会觉得我们谁阴险？是那个下毒害我的你们，还是即便被下了毒，也要来看望你们的我呢？你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刘星，是。把东西放下，我们走。
自从上次王子妃出言伤害过王子后，他就再也没来看过您一次了。挺好的，至少我落个清净，没有人再害我。别人都奢求不到的荣华富贵，王子妃怎么不喜欢呢？人各有志，我只求能安稳地度过余生。王子妃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皇上驾崩了！怎么会如此突然？皇上这几日一直抱病在床，是大王子日夜守着，怕王子妃担心，便没有告知。这下怎么，大王子要继位了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王子人品贵重，身消正宫，必能克成大统。着继大王子即王位，亲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西戎国的国王驾崩了。哦，骆红影要继位了，大王子已经继位。好，太好了，祎洛就要当王后了。这大王子有5位夫人，加上我们的中原郡主，一共是6位。我们的郡主能不能登上王后之位，还要看她自己想不想去争取。如果祎洛能当上王后，那对我中原国是再好不过了。骆红影再怎么说也会看在她的面子上，减少对我中原的频频骚扰。这样，你速速代表中原国前去拜会新国王，并设法一定要见到祎洛，传达朕的意思。若洛儿有所犹豫，你就把本宫和他师父出彻搬出来。洛儿心软，苦肉计对他有用，加上我和出彻也是他在这个中原最为牵挂的2个亲人了。微臣遵旨。皇上，微臣还有一个坏消息要禀告。什么事？是出彻吗？找到他了？微臣搜遍了全城，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踪迹。那个安千叶也经过几番严刑拷问，没有问出任何消息。所以安子义、若倩和出彻已经不在中原了。安千叶毕竟是名医，安子义既然已经不在中原了，那就不用赶尽杀绝了，留着他，或许以后还会有什么用处。至于那个出彻，他会去哪儿呢？微臣斗胆猜想，他们3人已经去西戎国解救宁乐郡主了。很有可能。如果他们把祎洛救出来，那我中原与西戎国必有一战。那怎么办？李宽柳，你此次前往西戎国，务必要将此消息告知他们的新王骆红影，让他有所防备。出彻为人城府颇深，足智多谋，况且又对祎洛如此上心，不可掉以轻心呢。哦，对了，
切记，此事一定不要对外声张。如果传到叶落的耳朵里，我怕他会动摇心思。对，若洛儿不愿做这王后，洛红影那么喜欢她，也会想方设法让她上位。切记，不要告诉洛儿出车的真实情况。微臣遵旨。王子妃，您说陛下会立谁为王后呢？爱立谁就立谁，只要不立我就行。王子妃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举国扶丧，我们却还在这讨论这些无聊的事情。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给我弄些吃的来。那咱们快回去吧，奴婢为您准备了您最爱吃的桃花酥呢。你也不能老是给我吃桃花酥啊，偶尔也要换换口味。栗子酥、榴莲酥什么的也可以。哦，知道了。哎呀，快走快走！遇上这个瘟神，我们可惹不起。你说谁是瘟神？王子妃，你不要对号入座呀，我可没有别的意思。就是，听说邱夫人和姚夫人啊，就是遇上瘟神才被关进别院的。你呀，可要小心点儿。哼，你们身娇肉贵，是真要小心。我呢，最好瘟神常伴左右，看谁还敢惹我。哟，哪来的瘟神啊？我也会会。见过二王子。你们该不会说王子妃是瘟神吧？还真是。既然是瘟神，阴气重，不适合和几位嫂嫂们待在一起。不过我阳气重，几位嫂嫂们可先行离开了。你刚才大可不必为我解围，我本想好好教训他们一下。教训？王兄做了王上，你马上就要成为王后了，怎么脾气还这么冲？学着母仪天下一点。王后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这样挺好的，不然我去你宫里给你做个闲散的丫头，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得了。再不行，我这功夫给你做个侍卫也可以啊。给我做侍卫？你可别折煞我了，那我小命可真不保了。你呀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你的烟暖殿吧。很久没看到你了，你去哪里了？嗨，王兄不让我去找你，他说你想清静清静，所以宫里上下所有人都不可以去叨扰你。是吗？王嫂，王兄已经封了前朝钦奏大臣的官职爵位，王后的位置很快就要定了。母后和王兄都主意于你，你呀，真的要好好做做准备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块料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王嫂心中的气魄，岂是大多数女子能相比较的？那倒是。现在谁若是敢加害于我，我绝对不会轻饶。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才是你心中的气魄。你太抬举我了，我都要骄傲了。其实呢，只要有好吃的，我还是很好收买的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
喝杯茶，醒醒酒。做我的王后。我不要当王后。不行，必须是你，必须是你做我的王后。我是不会答应的。你喝醉了。我没有喝醉，我只是太难过了。我必须要喝点酒才能来请你。一罗，我好歹也是西戎的一国之君，不要这样对我，太残忍了。一罗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他们都对我毕恭毕敬的，只有你拿我当一个普通人看待，你会叫我陆红影，而不是王上。可是为什么现在你跟他们一样，开始叫我王上？你比他们更疏远，他们至少还想方设法的靠近我，讨好我，而你……只会躲得远远的。你有那么讨厌我吗？王上，你这是好胜心在作祟，你知道吗？你清醒一点。陆红影，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。你以后都这样叫我好吗？啊！干什么？陆红影，你放下来！放开我！陆红影，你说过你会对我心甘情愿的。现在整个西戎都知道你是我的王子妃，我跟我的王子妃圆房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是这样，我不客气了。一罗，就算今天你不愿意，我也要得到你。放开我！没想到，想得到一个女人，比得到江山都难。出这，给你。我的身子骨太弱，耽误了行程。这个嘛，倒没什么。就是你啊，这外面风吹日晒的。反正你都说了，就算没你，我也还能活2年呢。你真不怕死是吧？倘若有人要杀若倩，你会不会和那个人拼命？我当然会这么做。要是有人敢欺负若倩，定将他们碎尸万段。那就是了。只要是为了若倩，你就不怕死。死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，如果用死去换一个东西，你觉得值得，你就不会害怕。楚彻，你要是不帮齐燕争夺那个皇位，你说是不是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了？而我们一落若倩，现在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初有一年中秋，我发病，
你连夜守着我。第二天赵锦旭还来了。我记得呀，那个夺命大少奶奶，我跟你讲，当时我一见到她我就头疼。你可知，初亲那晚杀了那3个大臣，是为何？我哪知道啊，估计是挡了他的路了。知道了他们的一些秘密，又不愿意配合他们的人，妖狼必杀无疑。初亲当年屡次3番不敢对我们动手，只是因为我对夺皇位有帮助，齐燕不让他动我。这一整件事，从我答应洛儿要帮他查清楚仇家开始，就是一条向死而生的不归路。而我只是到了最后才意识到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原来如此。子夜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走了，你爹怎么办？你不知道吧？是我爹让我来救你的。为什么？他难道不知道齐燕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吗？他知道，他能不知道吗？我爹，他是个名医，若是他死了，万一他以后有什么疑难杂症，谁给他看？只是皮肉之苦肯定免不了了，但是，放心吧，他不忍心杀我爹的。对不起，拖累你了。这真的不是我所想看到的。楚彻，你这么说的话就不对了。说真的，到现在，不一直都是你在帮我和若倩吗？况且，我们的关系，还用说这样的话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们是好兄弟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4时了。都已经这个时候了。王子吩咐了，说王子妃您昨夜没有休息好，不准叫您起床。哦。你笑什么呀？奴婢没有笑啊。我明明听见你笑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这么开心？奴婢不好意思开口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昨儿守夜的太监跟我说，王子妃，您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子嗣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昨晚上的动静很大。刘星啊，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，但是和你说了以后，你可能需要用命去保守这个秘密。王子妃这是何意啊？柳星并非有意要谈论王子妃的床笫之事，只是真心的希望王子妃跟王上能有自己的子嗣。柳星罪该万死，不是你的罪，快起来吧。那是何事啊？我和王上至今都没有圆房呢。啊？千真万确。那
王上他每天晚上都是自己打个地铺在地板上睡的。你们昨夜听到的动静，只是他喝大了而已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你知道的，我对他没感觉。没感觉？不许说出去啊！你要用命去保守这个秘密啊！这可是关乎王上的尊严啊！说出去，你可就完了。那王上对王子妃也真是一片痴情啊！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这个床垫也弄脏了，该拿出去洗洗了。是。阿福，在。把床垫拿去洗了。王子妃，外面有人要见你。何人？他好像是中原来的，叫什么？叫李怀柳。李怀柳，你带他到院子里等我。